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4月13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要疏解安平车流量，议员刘维印上午透过市政冲击巡，针对着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要求一定要延伸到四草大桥。但目前因为经费无够，佮加上需要经过环评，所以市府初期会先拍通河尾路来做营运。议员吕维印表示，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虽然第一期已经完工通车，目前第2、3期也已经动工甲规划当中，但为了疏解安平的车流量，议员建议上好会用延伸到四草大桥。对此，市府回应，因为经费庞大，而且佫需要经过环境影响评估，初期会先以拍通河尾路来做营运。北外环。从市草安北路路尾到市草大桥到这个台19线大家丁啊这个部分哦，其实对于疏解安平或疏解市区的交通哦，其实相对于相当重要的啦哦。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在先期的这个环境评估里面可以先去进行？现在已经在进行了吗？是，已经在进行，已经在进行了。所以你们预估它的经费高达70、80亿。是。那市长这个部分是不是有机会？在下一次的前瞻计划或向中央政府，您在开这个北上去开跟行政院开会的时候，有办法去优先争取到这一笔的预算？优先把2期还有大概50几亿这个部分先核定。那另外4期因为还要经过环评，那但是我们有一个替代的方案，可以加速解决安平，就是说可以先短期解。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先开河尾路这一段，我们有最近会来跟营建署争取河尾路有一段，那这样的话。这个安平就可以透过河尾路这边的这个最后一里哈，就是从民权跟河尾把它衔接。那第二个就是安平另外一个就是跨港大桥，如果这个也可以先做哈，因为这个部分我们会先希望把安平跟永华路这边还有健康路这边来衔接。那这样的话可以先疏解安平的包括过境的车流跟安平旧市区里面的这个拥塞。那我觉得这个4期当然我们也会列为优先的处理，但是就是说，它的经费比较庞大。那另外因为它经过一些敏感区，有水鸟保护区、红树林的区域，所以我认为那个部分会需要比较久的时间。除了疏解安平的交通，另外南区永兴路部分，议员刘维印也认为，希望会用个连接到仁德、高雄。希望串联南区甲仁德区的生活圈。对此，市府工务局回应，总经费大约需要9亿外，其中用地部分就要占6亿，加上生活圈道路现在无要补助用地经费，未来若要开通，将配合高雄都市计划变更，做伙来开辟。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长期照护据点虽然率先全国，不过伫咧网站资料查询这方面，议员刘美琪却认为有真大爱改善的空间。希望社会局爱整合相关的局处，将所有的细节拢纳入，安尼才会当方便民众来使用。议员刘美琪实际以网站的资讯查询，比较台北、高雄甲咱市伫咧社会局网站实际查询长期照护的资讯。发觉伫个北高两市2市的市民，拢会真简单地用对网站找到家己想要爱的资讯。毋过台南市部分却只秀出相关的地图，其他资讯也是要家己打电话去问，认为有真大的改善空间。我现在跟你们建议是说，你们既然要做，而且我们长照是做的最好的哦，我们是全国第一个做的，而且做的是最好的，大家都来我们这边取经哦。可是啊，我发现网页的部分我们就是真的差人家很多。你应该要把它整合到只要一个系统，而且就一目了然，就一点进去。我想刚刚台北市或是高雄市，大家一点进去，大家都做清楚呀，不用再一点还要点了3次，还要到二级机关再去找一次。我们就是因为这样才觉得说很麻烦，我们就是问了社会局，社会局说你到照管中心去，照管中心跟我说你要到卫生局去，
所以我们问了好几个单位啊。那是不是刚才像台北市或是高雄市这样的一个网页单位，你就是一点进去，我们再来做你把它，因为你要花这些钱去做这些规划嘛，你为什么不把它规划好？人家可以做到这样子，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比别人更好。好，我们既然长照可以做全国第一，我相信这个我们也可以做全国第一。谢谢。那我们把护理之家，就卫生局的护理之家也把它纳进来，还有相关的老人有关的医护的这个部分。这个应该要局处要大家要合。除了关心登记照护，另外伫咧教育方面，议员也关心中民国中新起游泳池到底当时将会对外开放。对此，教育局回应，目前正等待委外经营。至于开放以后，议员嘛建议，希望校方会用咧开放后门出入，避免委外经营以后，民众爱对校方来出入。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面对着少子化的问题，议员张王雅云以着台湾最近连续3档伫咧世界排名拢是最后1名甲最后第3名。除了甲市府探讨要安怎来提升生育率，另外伫咧子宫颈癌疫苗注射这方面，议员也真欢喜来看到该政策将要伫咧今年的11月份来实施。对关系合并，就一直争取老人免费的健保，加子宫颈癌疫苗的注射的议员曾王雅云，上午透过市政总咨询，总算欢喜看到人类乳突病毒疫苗将对今年11月份开始实施。虽然该政策是全国性，不过当初建议市府用咧率先全国，现在却被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台湾爱实施。让卫生组织来跟我们规定，建议我们一定要施打。终于也要编了，要编多少钱来实施？要编2.52亿，来全面的11月哦，特别来咱各种1年以内就没有施打了所以本来今天上会期，我想讲这爱继续跟卫生局长讨论，等一下。好，卫生局长的讨论我想今仔日没哪边工作的数据因为这就是有效的，也必须要做的事情。我讲注射都无代志以后可能会更较麻烦哦。第2项就是讲注射的疫苗呢，咱伫台南市咱会写一个迄个说明书，爱互大家知啦就是讲这个唔是全面100%用处理这个癌症。一点无那个做6分钟做医生这个都要做，这个不是绝对的另外，同款关心妇幼政策，还有少子化的问题。议员以世界调查，台湾的生育率伫最近3档，不但连续2档上尾名，去年阁是最后第3名。尤其咱市阁算台湾上低，因此要求市府爱提出对策。一方面，除了刺激经济、增加就业机会，另外嘛爱创造适合的宜居环境，让少年人愿意留伫咧台南生活、生囡仔。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安平区南区市议员参选人李启维13号下午伫咧李文静议员服务处举行着乡会商团再造银光的记者会。会中南都电台董事长黄昭凯以及高雄市议员参选人陈志忠拢前来支持，为着李启维来加油打气。这次民进党议员初选的竞争非常激烈，参选人李启维伫老爸议员李文静服务处举行乡会商团再造荧光的记者会当中，特别邀请南都电台董事长黄昭凯。以及同款伫高雄选议员的陈志忠校长，做伙为李启维赞声，学了伊是一个做议员的好人选。咱用真时代大家应该甲市委予伊最大的鼓励，甲即个肯定。因为这种同款，阮拢是较少年这代，来即种行向即个参选的路，嘛希望讲为民服务。所以这个是讲希望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市委较大咱的这个黄董事长有讲，这是8年磨一剑伊唔是单是这个老议员的后生尔，而且你这个服务团队，你这个服务处接地气，长期8年磨一剑的服务，所以我相信讲
老议员的功夫吼，应该都已经有教予这个后生啦吼，做好啊来培养的时阵，咱应该来甲支持。安平南区市议员参选人李启伟嘛表示，家己这8档来一直拢缀咧老爸李文静身边学习，已经有做好接棒的准备啊。爸爸安尼共同安尼做伙咧努力做伙咧拍拼这过程当中当然阮参与着这大细的一个活动一寡政策理想的一个推动推设搁一寡政治理念信仰阮会拍拼会坚持像启伟伫个政党这民进党的全代会阮有提案这撤废中华民国这个部分这就是启伟一再就是阮甲着爸爸共同咧拍拼的这坚持这台湾的一个路线李文静议员嘛表示，非常感谢乡亲对伊的栽培。后生启伟的参选就是一种传承，希望大家爱支持李启伟，予伊会当顺利出线，继续拍拼，为台湾服务。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民国大家兴雅特典上午伫咧城大艺术中心正式开幕。侪侪文人雅士拢前来参与，欣赏着用文字、相片以及影片所描写侪侪民国初期文学大师甲书法大师，以及用因一生的经历所呈现出来的生命风华。经过侪年的收集资料，以及伫咧台湾甲中国大陆两地不断的走踪采访，策展人黄华安用了侪侪心血，才完成这个纪录特典。民国的大家新雅特典，其中有胡适这位知名的文学大师，毛主教因这个互人敬重的书法名家。一心加想要甲这个大师来学习的策展人黄华安，因为热爱着中国文化，也真佩服这个大师的气度，所以才开了侪侪时间甲精神，将这个大师的一生拢记录落来，办成民国的大家新雅这个特典。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让大家重新回忆起这些民国大师他们高尚的品格，以及他们为国为民为社会奉献的这一种精神。然后我们这次的特展基本上除了文字的呈现之外，我们用影像来呈现，然后也用纪录片3大方面来呈现。也就是说，我们用多元综合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展。来呈现更多，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观众能够了解到这些大师的生活点滴。比如我们到两岸去拍这些大师出生的故居，他们所住过的一些地方。我们从台南、台北拍到了大陆11个省，也就是这些大师曾经出生住过的地方。那让大家更能了解这些大家的生活，大师们的生活点滴，进而有更多的触动，而且可以感受到，可以学习到他们这些大师的精神风范，是我们办这个特展最大的目的。民国大家新雅是一个又搁一个大师的典范，完整的记录以着综合性而且全方位的方式来呈现。即马伫咧城大艺术中心来展出，展期到5月26号，
也欢迎民众会当前往欣赏这寡经典大师的风华。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湾原创舞台剧《白色说书人》延续伫咧台北首演的好评，4月14号、4月15号这2天，要来到台南文化中心原生剧场来演出，要带予观众满满的感动。白色说书人这出台湾原创的舞台剧，去年伫台北首演时得到各界好评。这次受邀来到台南演出，带来真纸布袋戏的跨界合作。并以台湾人所熟悉的故事假设聊天顶串联故事甲历史事件，是一出非常有感动的舞台剧。这个一个人的独角戏一人分饰7角，然后再加上2个传统布袋戏老师，就是吴荣昌老师还有王武山老师，我们所共同组成的一个团队。然后在这个作品里面呢，其实是在描述说，这个男主角王文斌他的父亲过世了，然后这个有人就跟他说，如果是你希望头七的这一天爸爸回来的话，你可以放一个爸爸喜欢的东西。他就记得爸爸这个小时候呢，常常会拿廖天丁的布袋戏，演故事给他看这样子。白色说书人以创新艺术合作的方式，将布袋戏带去日常生活的物件当中。充满着想象空间甲趣味，介意台湾原创舞台剧的朋友，伫4月14、15 2天，欢迎来到台南文化中心的原生剧场来欣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伫新闻的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的天气好天有时多云，温度26度至31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你来收看到4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